2026年6月6號下晝4點7炫富片。唔係啊，買 PS5 啊，終於有錢買啦！終於有錢買啦！幾多張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總之頭先數過9張，4、2、5、7啊！買部 PS5。太古城呢度，豐澤都見到佢。4、2、5、7啊，數位版買咗啦。4、2、5、7，一年保養。終於拎到返嚟啦！8、2、5啊，4K 啊，但係我個 mon 好似冇 4K。佢又話1年保養嘅。台灣。咁總之就係咁多啦，有個手掣啦。呢個線應該係插手掣駁落機度插電嗰條啦。呢個 HDMI，呢個火牛，呢個主機啦。呢兩粒我唔知咩嚟。係。咁我揾佢部機四邊睇晒啦，都唔知道插去邊度。咁我諗住都唔用咯。舊嗰部嗰個愣手掣入主機就係一個 USB。加細，咁而家呢個就兩個都係細，即係舊嗰條用唔到，咁樣擺打洞擺，我係咪調轉咗？是但啦，企到啦。